高雄轻铁试营运结束，即马已经开始收费咯。轻铁有经过路口，涂骹拢是画黄色的，这轿车、奥多拜是袂当伫咧顶头停留，过路人也袂当行过。不过也是有真侪民众唔知影，定定违规。即马警察甲保全也会先甲民众劝导。 有高雄轻铁经过路口，拢会使看到铁轨路的涂骹是黄色的。来警告用路人，伫试营运的期间，就民众发现常常有驾驶伫车辆等月入来时阵，就会停伫黄色的路面。各有民众掠做是真行道会使行，实在来到现场，也发现有民众直接行过黄色的路面。其实安尼行为都已经违法。我不知道，因为我第一次做，因为没有设的话，其实大家也不知道。对，阿爸阿上啊。 都直接给别人走过去，这样直接走斑马线了。因为看到最近蛮多在开发的。高捷局表示，轻铁黄色的路口是铁轨路甲车路会使同齐使用，才会黄色的来警告，双边拢爱照号志通过，所以车辆袂当停伫黄色的禁区，用路人也袂当行。若无就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，会罚800到1800块。也提醒用路人，不要在这个黄色铺面区停留，那违者的话会依照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48条的规定，会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款。高捷局表示，轻铁的路口拢总有86个，全部改做是黄色的路面。目前高捷局除了加强宣导，也毋望用路人爱守法。未来评估敢爱伫路口设警告的标志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